一个保育类动物守护如山猫，在台湾嘅爱山嘅故事，伊能同人类发通嘅范围有重叠。古数年内开发破坏污染，又会去偷人嘅一道，路让充满许多山猫嘅生存。平口台博士自媒体睇毛力研究山猫研究嘅10年，多多嘅美团保育山猫嘅观念带起杀气。3年前，通宵枫树湖嘅村民开始用山猫嘅名义，用摩托嘅方式来种植。林务局新竹林区管理处美团社区听行手盼天养发通，同外庄人带起枫树湖，认识守护美嘅生产环境，推广保育观念。后日也按多位村民指点，原来有按多人如从事关心山猫，想要改变村民对山猫一路以来唔好嘅印象。现正是由屯山猫生活喺穷养环境嘅村民对山猫嘅态度改变，农民辛苦种植得到很好好嘅回馈，生活屯生态那唔会变重强，保育一条路也能行嘅下去。配上1多年高，佢講冇嘅皮係使我是覺得怪。種落去也唔會喐嘅，也唔會拆小嘅，有片也唔會看會，看天水啊都野皮會。大家都嗡嗡的做啊，后来就想想不然就叫做石斛米，就是撒斛米，撒斛就是惜福嘛。公婆婆偏偏係石斛米出身，公婆婆的保庇平平安安啊。卡代表宣誓結拜，2日天公伯當提書，天時當好。大早參加田任嘅體驗設置，連馬術台帶領，睇你更容易去改波。你往前压下去哈，你是扶呀。如果你像这样滑过来，有时候你就会滑到手啊。好，你就往前压。你差不多这小把的石头放一堆，等下可以打。我突然觉得我会了。我们是台北来的，住在台北啊，小朋友都在都市里头啊，没有接触过这种农田生活，这是一个很好体验啊，我觉得不错。大家的这个种植啊，可能会讲求快速，然后就是会施药这样子，那可能就是经过这个循环，对我们自己人体也是不是很好。那我觉得像他们有这种理念，就是应该要支持他们，然后也是就是维护这个地球环境这样子。我觉得草跟稻子一样多，所以有一种在除草的感觉。因为之前就有听说过石斛生存的危机，可是这种友善稻田目前还不是很多。我觉得有这种活动很棒。前山就樹啦，天橋種頭也都按到用嘅條件，屬於生活種類當豐富，也係哺乳類動物、山鳥都會出現嘅素材。尤其是老鼠或者是鳥類，那這2類其實都是石斛最主要的食物來源。那因為這樣的環境可以提供那麼多的食物來源，所以石斛就很喜歡這樣的環境。像屏科大陳美丁博士他推測，大概國內的全部的石斛的數量大概在500隻上下。然後苗栗這個區塊是最多的，所以我們大概估大概300隻會住在苗栗。只係按樣嘅前山環境，讓人類發同範圍產貼到，山藥從頭至尾會開發，故選嘅素材會研做媒體，韓國污染嚟到驗證死亡。第一個就農藥嘛，農藥的使用，那所以就必須要靠友善農業。那第二部分就棲地的破壞。通宵碰樹火，天連連山，山毒就對故事，天掉毒就露出後事。為到提供山藥很難好嘅生存條件，村民用摩托嘅方式來耕種，為山藥做很難安全嘅舒服後事。石斛啦，個一條人工嘅所有通不啦吼，都冇被燒出啦，這種保留緊吼，都冇被受到有毒嘅東西，啊，其他咧是純嘅種人啦。咱想就唔會想講我聽到野藥呀對吧？山南菇你有一般嚟講水浸定係吼，較唔會殺。你水無浸到去啊吼，
要懂得一波啥。草上冲力人口容放改，产量太快也抢传统嘅日半天，农民也取到冇着紧。cái một con cá sư hai ở xuống dưới đầu đó đang cái ở nãy anh còn都没做啦。嘅啊，錯白咁好比。錯白。 80歲嘅氣溫數，更天更烈日曬熱，佢係沙湖面湯水先生起重天嘅阿爸。60分啦。60分天天啊？係啊。啊，其他朋友係冇講咯。佢全冇落藥，冇落藥嘅，冇落化學皮。啊，要幾皮，關唔得去啦。頭前伊都健康啊，伊講也戇固啊呢，做啊又好食，伊看叫伊講啊，迄便宜甜妹啦，啊3分4分做切假好誒，切假顧下好來，你看伊多半面咧有認同啊呢。係哦。係啊。個而家每天天係自己改變。會有啦，伊上班看下講，錯誒每講啊當食藥誒，係啊應分到誒，夾到個錯誒，伊每面見送誒。 沙湖米推廣提3年嚟，對跳蛤蟆嘅事問題，兩下已經擴大到2級。雖然看起來天數更下多，不過人統計意下唔係當多。食物保育它最大的困難就是跟在地居民的溝通。只要家裡的雞鴨鵝不見，第一個想到就是石虎，就是石虎。但實際上就目前我們幾個研究下來，其實發現說，其實很多動物都會偷吃雞，不是只有石虎。為了保育沙湖嘅哈。 cái nhìn đôi cả thằng cái sáu cái sữa theo xì cái bữa ngào cái như nào à mấy dưới nhìn cái bị sáu ngào rồi là anh nhưng mà con theo thái sản phải rồi có rồi cái dùng cái dùng xuyên đạo phương式là xuyên đạo thông bữa là kỳ mổ làm sao là anh kỳ trước mổ是怎麼生嘅cái有是kỳ唔生嘅也賣米提過3%做15基金。 人家迄唔見睇，當然也講，還有很平科大嘅陳小姐、陳博士，伊架相機，真係有幾多，可以10幾多，係也平啊。我改變治療理論對山羊唔好嘅人小時才動難，湯水是做低技術堅持，希望讓小妹天天嘅抗體，喺個透過天然發圖，下下都見落來。 我帮你，1、2、3，耶！倒上去，倒，按里面倒，往前，对，往前，哦，棒！赶快点，赶快点！它就是要帮你分出米里面有壳里面是有米还是没有米，没有米的它会把它吹出来，有米的它就整个这样子顺着那个通道流下来。 然後飛出去的米，你可以不用管它。每條行來多曬3年除咗嚟，高中風茶類搞過，無限貴教師，農民也準備乾貨盤為類群體研考，接觸菜提案針了解料理，用農家研究嘅青菜，用好把度了解下果，啲天下食盤，佢啲農路順行，兩寸盤食起來特別好食，特別香，就非常有小時候的味道，對對對，然後所有東西都是自己。 在那邊種自己採收的，應該是一個很棒的體驗。然後勞動過後吃就更有味道。就特別餓，連小孩子都很快就吃光光了。在戶外就可以吹自然風，然後可以呼吸到那種青草的味道，在市區是聞不到的。對，稻香味，對，然後自己剛去收割，然後又去曬谷，對，就都還蠻有趣的。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其實我們是想要讓 在地的農人，尤其是老人家，看到說，有那麼多的外地的人，那麼多的這些台北人，尤其很多台北人、台中人、都市人，他怎麼會想要來到我們這種窮鄉僻壤，然後是為了這個所謂的15米，他會覺得，這個東西也許真的很重要，也許對很多人來說真的是很特別的。大病10年，天都紅嘅生態也變嚟，步入多嘅唔但搶係山藥天天。
萤火虫有了，因为以前都没有看到萤火虫，还有蜻蜓变多了啊，就麝香猫，还有石虎果子狸，还有那个大冠鹫，那些都变成很平常就看得到。那下来以后，它其实就是会到田里面去找它们的食物哦。那其实对它们来说，田里面会有很多昆虫可以吃。然后像对老鼠来说，在稻谷成熟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食物的来源哦。那时候石虎跟麝香猫就会出现了，就在稻谷成熟的时候，它会来吃老鼠。林木桥县竹林管处也伫天航安内刺同翕相机，记录到东岛热线同步的现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兽径，它有一个明显的洞，它表示这里很多动物常常进进出出。那我们就把这个相机对准这个洞，然后把这个路径牵出来，那它就会自然就进到我们要拍的一个角度里面。石虎那种很干净的人走过的步道，它很喜欢走，它不喜欢那种杂乱的。对啊，你越清楚的路径的话，它就越容易走这条路。这里有麝香猫，它的耳朵、眼睛哦。那这是黄头鹿，很明显的黄头鹿一大群哦，在收割之后它会来。这个是竹鸡，竹鸡白天就会出来了。本来人类就应该要跟环境还有动物好好共存啊，然后不能因为我们就是活在这片土地上，然后就破坏了，就一直在破坏其他动物。我觉得基本上还是要让其他动物有活得下来，不然其实像是一种动物的消失，就其实象征着这整个自然环境可能有遇到某些问题。我觉得人类其实离土地越远，其实就会活得越自私。可是当亲近到土地之后，才会知道原来这就是我们存在的大地是有这么多生物的，不是只有我们人类需要这块土地，其他生物也需要。好多啊！不可以抓，它会不是，难道那个是雄蜂？那个没有用，它多进去。雄蜂是两比较大只吗？就是这一只啊。哪里？碰鹅伫生态行业系统重要嘅关键不足，就算农业其实也打帮到其他嘅动物。譬如嚟碰鵝要去田度食水，因為冇必要嘅咧，碰鵝食水唔可以試睇。因為蜜蜂一直在消失，那後來我們台大團隊發現說，蜜蜂消失的原因其實跟農藥有很重要的關係。那其實這個就跟我們的現在在做的所謂友善農業有很大的一個關係。你每一次的消費都是在決定你自己的未來。它可能比較貴，或者是它比較醜，但是沒有關係，因為有民眾認可他們的價值。除了金錢之外的價值，有民眾在推，那於是這些農民他們會比較有信心。我們做這些事是有被認可、有被看到的。今天買了1斤的石斛米、糙米跟石斛白米，對，回家煮飯用，因為他們的米很香很好吃。想要幫助石斛啊，保護石斛他們生存的環境，就是用健康沒有毒的米這樣子，所以要支持小農。老消費者大陸內認識身體，談農民講古，也透過綠色消費用行同來支持。小時候讀書的時候還有雲豹嘛，但是現在沒有了，所以希望石斛不要因為大家去把它說它是害的東西，把它給毒死掉，就又沒有石斛了。每週日認為石斛田、石斛米，認識了碰樹堡老兩位嘅生活，村民本擔當老嘅生養，兩下時期種紅嘅寶。不過兩下冇馬通路，農民就冇行進行銷經驗，石斛米一直唔係當人來買。所以變這幾年其實很多事情是我或者是陳美廳他這邊在輔助他們，包括文書報名的部分，或者是行銷的部分。未來這個東西如果可以變成一個產業，其實我們的想法是至少整個楓樹裡它都變成一個友善石斛的一個環境，它所種出來的農產品，它都可以用石斛友善的這個品牌去把它行銷出去。
粹用友善耕作嘅方式，學習到動物窮下生存，南北品牌通路係建立起來，農民傳下上千里，天朝為住下當然會成為類耕業，咁樣農民生活，老自然生態也都顧為到。